白变，我来讲，要讲啥啦？我4月份吼，我想要请1礼拜假哦。哈，是安怎？啊，毋是打甲迄清明连假放了，搁要请？无啊，像规定我袂使请，就3月小妈祖的时阵，我嘛要来对你笑一下啦。哎哟，遮尔拄好，今仔日的来宾就是要甲咱介绍庙会活动哦。当然，一直讲着妈祖。我阁想要吐槽一遍，其实听众朋友已经看到标题就知影讲咱最像。好啦，啥啦？搁安怎啦？我骹疼啦，因为我袂记讲我骹受伤啊，安尼我就无法度去行大甲妈呢。哦，你上好是安尼胸骹咧疼吼。唉，我想讲，就是因为咱今日邀请即个来宾啊，伊甲咱讲会了啊，我就免亲身去啊。哦，你实在是欢喜欢倒，我歹甲伊插，我来请咱的菜头粿入来哦。菜头粿，敢是迄个菜头粿？毋是哦，是即个菜头粿。到底是倒一个菜头粿啦？我互你补甲安尼补煞煞。嘿嘿，我先来开场，等下才请伊好好自我介绍。好。大家好，这是公司台语台开的 Podcast 节目，来听黑白边。咱的节目会透过对话来小解一寡生活上会讲到的台语词，也佮甲观众朋友写批用台语念出来。咱来欢迎今仔日的来宾菜头粿。欢迎，大家我菜头粿。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哦。对，你那像阮的大叔啊，很奇怪呢，今日这是我们的频道哦。我讲阮的频道吼，阮这是 YouTube 频道。对。阮的特色就是无专业，无专业，无专业。讲赶快，后边来。安尼较轻松较趣。袂啦，你伤谦虚啦。阮专门咧翕庙会啊。对。个有一寡宗教的这个故事，相关的。还有活动，就是无论什么大小的闹热。嘿，对，阮拢会可能会去翕。哦。想要问你讲，你当初是安怎会开始做这件代志？是因为阮知影讲你是家己人。嘿。家己遐敢有啥物特别，就是传统信仰爱互你安尼开始做这件代志？因为我较早住庙口，嘿，阮住庙口做生意。对。定就是看迄人迄进香团来。对。咱每一年就是因为咱大甲妈会来甲新港。对。所以阮含大甲妈算自细汉就知影讲伊会来。为虾物会翕 YouTube， 这嘛甲大甲妈有关系。嘿。就是在迄个2-3年前。对。2-3年前迄个时阵，咱这个人生有一个过程啦。对。到尾娶某生囝。到买厝。对。我迄时阵食人头路。嘿。咱会感觉讲，钱敢若无啥够用。钱无够。倒一个人钱有够讲。钱无啥够用，因为食人薪水嘛。对。我会去甲大甲妈求讲吼，这尾啊生活会愈来愈歹过哦。我会当甲我斗3工者无？对。但是啥是大甲妈，因为你住的庙口毋是离新港妈较近。因为迄时阵我要行大甲妈。是台湾啦。一般会去行大甲妈的，拢是有愿望的。一般啦，有愿望，若无就行愿安尼。嘿。所以我就是去厝甲下愿。对。伫迄届我嘛是行完整9工8暝。有我知。我就甲拍做影片。对。自从迄开始，互大家看到我菜头粿即个频道，我较渐渐起来。但是迄当初你家己想讲拍影片是要记录对无？我迄时阵你囥起的时阵，敢有想过你会变做 YouTuber？ 无，我囥起迄时阵，我的观众人数可能无到100人。我有开始对。自迄段9工8暝了，甲大家渐渐看到我即个频道安尼。系啊。你即马就是专门伫翕 YouTube。无啦，其实我 YouTuber， 其实我斜杠啦。斜杠哦。我本身伫迄个开刀房做护理师。这恁做有缘的呢，阮另外一个来宾，伊咧翕庙会，伊即摆嘛是护理系。我是啊，我反正护理系拢做喺庙会。嘛做拄好咧。我想要问你讲，因为我看你的频道，当初是翕一寡就是四驱车开箱啊，就是模型玩具嘿。尾啊，你翕妈祖了，就是你去行大甲妈了，你安怎就是去改变决定讲你过来的方向？因为迄本身嘛是家己的兴趣啦。因为迄当时伫台北咧做工课，所以要翕庙会较难。尾啊搬来下港南部遮了，甲豆有遮的庙会，我搁去翕。所以你即摆住喺倒？我最近住台南。台南哦。
你讲这文化的首都啦。对，当然有足侪庙会活动，而且因对这种文化的保存，拢有就是用足侪心血，做重视的。对啊，都较传统。所以你伫厝呢，自细汉就讲台语。自细汉讲台语。但是我看你拍片拢是讲华语呢。啊？拍片拢讲华语。你有诶时阵嘛是爱顾虑着，就是听无听无观众朋友啦。安尼你有 YouTube 嘛有经营 IG， 嘛有2万。你是讲啥？你的 YouTube 即摆已经17万人啊！我看过来真紧就要20万啊！不，咱豆爬就好，豆爬爬伤紧就跋落来。袂啦，就是想要问讲经营 YouTube 嘛有经营 IG， 敢会当请问讲，就是咧看的人差不多是几岁到几岁安尼？几岁到几岁哦？我来讲，咱这上细汉会当甲3、4岁，3、4岁甲6、70岁拢有。3、4岁到6、70岁，我听讲就是我听一寡就是，因为阮最近阮其他节目的主题嘛有讲到就是庙会闹这个代志。我听因讲你伫现场，足侪囡仔介意你的呢，笑假呢哦，有囡仔看来蔡老贵来啊，偶像呢哦。迄个佫有足侪迄落老爸老母抱囡仔佫抱咧哦。对，就走来甲我出来讲，你看，迄是你定顶电视看迄个啊。对，伊就对，袂输安尼见面会共款。见面会真正是见面会呢。见面会，你看自足细汉，甲60几岁人，你感觉吸引这个观众来收看你的节目的原因是啥物？其实就可能就甲咱较多头前讲的，咱的节目就是无专业，趣味啦，对，一般咱庙会可能。较严肃一寡，对，有的人就是翕嘛，无甲讲话，对，我看翕啊足落咧安尼，对，我翕是会加一寡有诶无诶拍拉凉诶话啦，对，而且你会解说，你会小可解说者，但是你讲无专业，我感觉无呢，你连迄科技拢有介绍，佫有你进前甲迄艺术工作室的时阵，你嘛有甲迄科技唱诶歌甲迄一寡词拢甲写起来，拍迄字无啊？无啊，因为咱迄讲坦白咱较毋捌。咱现场爱共问，对，有诶人会甲你讲，有诶人讲迄有诶爱保护，袂甲你讲，所以有伊甲阮讲诶，咱就甲拍起哩，就是互知影一个安尼。无唱播你就会甲伊公开，若是因需要保护诶，你就是尊重伊。有特别讲诶，咱就尊重伊安尼。想要问讲，像你去翕这，应该是咪爱先就是问讲，敢会使翕对无？基本上爱。敢有啥物仪式？譬如讲爱讲啥？嘛无讲啥，基本上就是。庙会最主要是爱甲神拜拜咧，甲讲者，讲咱有要甲翕啊。对，因为阮另外迄个来宾，伊就讲，伊要来进前，伊有甲妈祖讲，伊就讲妈祖嘛甲伊讲好啊，足欢喜，佮叫伊好好介绍安尼。我拢甲因讲，我甲因讲，阮最近这3月小妈祖的主题讲了，拢安尼有如神助安尼，规个人拢用起来。拄则甲你问着讲，因为我看你平常时拢像你即摆甲阮全台语讲拢会使。而且我看就是你甲庙会叫班是啥物，恁拢讲台语，但是你解说的时阵拢是讲华语。因为我看你后来当初是上较早是无字幕的，后来就拢有字幕。后来豆豆学。真的有去找有去上课是？有去上课。有去进修哦。对，而且你拍片的风格，甲你就是你迄色水的调整，我感觉就是有你的，看了知影讲就是你的片。阮的风格就对，所以你这嘛是有特别去设计过。咱就是较主要是迄个较现场啦，比较较现场。对。无经过啥物调整过，就是现场看到就是安尼。所以色水迄就是拢是实景安尼。实景的现场。因为即摆若有字幕，以后敢有考虑就是，譬如讲3不5时插1、2支全台语的片。迄嘛是会使啊。对啊，因为我感觉讲迄嘛是一种无共款的风格，无伫卡会有无共款的人客。有可能，咱会当试看觅全台语的影片。对啊，因为我感觉讲，若是讲你全台语来介绍，因为即摆少年人其实有的人想要去了解庙会，但是因为伊会惊讲我去听无。你若比如讲有一工来简单介绍讲，科技的意思就是可以，然后就是创啥。我感觉伊嘛是足趣味呢，因为你讲话足趣味的。安尼咱就做加有教育性的。对，教育性，你会使讲我列入教育频道。无咧卡到明年教育部的颁奖互你哦。这有遮好看代志。什么杰出母语奖进前迄
迄个菜头粿的爸爸，迄个菜头粿爸爸，迄个菜头粿的爸爸，伊就有摕到这啊无语讲现种啊，系啊，伊较真厉害。对啊，无得卡你买使啊，你买去看卖，努力拍拼，加油加油！安尼你感觉你做 YouTube 了后，你的生活敢有啥物改变？改变哦，可能伫庙会场较会去用拎出来尔啦。伫庙会场才会拎出来。一般私底下加减啦，过影响无大。影响无大，咱的观众拢做有气质的。拢做。嘿，我甲你看了，甲你迄草粿甲你点一下头。甲你头翕，甲你头翕，可能暗时登记新名就会处罚啦。我你头翕，咱嘛甲伊一下呢。哦，真的啊，所以你三不五时，只要就是有看到你，甲你讲，菜头粿我刚才甲你翕相，拢会使。哦，会使啊，但是我无咧无用的话。无咧无用哦。翕片的时阵尽量卖啊，但是譬如讲你翕了，还是讲你伫休困的时阵，拄着看到你。有时间都会当。系啊。哦。你有的时阵吼，你若伊比如讲咱要介绍，迄可能台词淡薄仔长，对，咱讲到一半会向讲菜头粿，向牙去，拍断安尼啦。你还佫有收音的问题，迄要加是足艰苦的呢。啊，观众热情啦，嘿，对啦，热情。我是有看有的节目人来甲因叫伊嗨，一下就继续。啊，但是你讲的有一寡介绍的时阵，你若牙去了，等下毋知要哪接转去，而且迄个画面就过啊。咱嘛是会。因为咱无专业啊，咱嘛就我过来就讲，我甲我讲啊对，啊佮继续食落。哦，趣味这嘛是一种风格。因为咱 YouTube 较无严格限制啦，对，在咱母真自然。你讲有啥物就是足特别去互认出来经验，互你印象诚深的。足特别印象诚深。对。可能就去洗超市啥物的。嘿。因为你已经一个做哪讲？应该无可能去用拎出来的迄种感觉啊。对。佮去用拎出来。就是无底无啊，可能。可能就是甲一般庙会观众看到无共安尼。嘿。啊，佮去用拎出来。嘛，去来拎出来。17万啊，应该是爱有知名度啊啦。我今日佮烦恼讲，菜头粿片遐济人，你看伊敢会想讲要来阮遮翕片，但是阮两个人无想要公开阮的。咱咧想要问讲，就是你参加遮尔一个活动，留一个活动。过了后，你敢有啥物？就是印象诚深的，譬如讲，就是迄种无法度解说的，还是讲感觉做神秘的。你讲阮有一个单元，对，或者不可思议的动机，对，这就专门咧翕即种，互你无度解说。对，咱有翕到一只伫迄个屏东，对，伊叫做普渡三公，对，下骹的迄个观众咧回复拢讲，全台湾我敢信一个，有法度。迄个啥物58度的高粱，对，750cc， 一盖灌落去，菜罐，对，菜罐你知啊？而且菜罐阮知，一口气一罐喝到底，喝到底是啥？喝到底，短半点钟的路程，伊啉掉2罐。哦，对啊，一般人千万毋通乌白请的，因为迄酒精高度伤高的，其实迄哪后会烧着伤。伊退加了敢有安怎？伊退加做正常的呢。哟，嘛拢无酒醉感觉，已经叫代谢啊！你若无信伊啉酒，伊佫有一点更较厉害。目睭拢免。对，你内行的，目睭拢袂腻哦。其实我是做效果，我假讲我无看过。好，你假讲无看过。伊就拢看了。这是目前咱迄个咧上新奇的一个。对，因为我有看你的镜头，因为其实你迄就是看起来是一镜到底，你根本就无迄。但是我真诶去定格，我切个暂停，我伫遐看伊目睭，真诶拢无腻呢。而且你伫现场，你一定是自头看到尾啊。自头看到尾。真诶，我嘛感觉足厉害诶。哇，足神奇诶呢！啊，除了这，因为这是你看到诶嘛，啊，有啥物你家己拄着本身？我会记你有一集是迄啊，好野迄当阵讲要金牌，啊，结果。对，这嘛是。即届嘛是，但是我还未影片还未公布。哦，听众朋友啊，听阮的节目就会知影新的消息啦。即届嘛讲要出门。讲要出门，你讲大家妈即届嘛要出门。伫东港我甲跋杯了。对。电话就来啊！电话就来啊！电话就落来啊！要来赞助啊！要来赞助哦！你讲要来赞助，就是你要惊大家妈的装逼。装逼要来赞助啊！哦，所以即个敢是嘛要骑脚踏车？嘛是骑脚踏车。有咱过来等下拄好，甲咱后一条共款啊！因为你已经要开始准备啊嘛，对。所以我想要就是替听众朋友甲你问讲，因为阮即个就是主第3个小妈祖，迄当阵有甲你解说，就是想讲有一寡听众朋友想要了解讲，像咱要去行妈祖。爱有啥物款的准备？譬如讲，啥物款的心情，啥物款的体力，还是讲爱炸啥物件？因为你已经
你看你2019年拍的大甲妈来，过来2020年，搁去行白沙屯，过来21，甲今年拢要搁行大甲妈。哦，你连做经验啊，连续4档啊，真诶，兄弟也就对啊。讲有经验不敢动，你客气啊，客气。讲他们因为咱拢骑脚踏车，对，因为我敢若捌第1年用行的尔，对，哦，迄年用行了，我就有无法度搁行，无法度搁行，我就知影我家己无法度行，对，我咱就骑脚踏车，对，我嘛是建议，因为迄当阵找你来就是想讲，因为阮看有一寡人就是，伊就是敢若行迄界尔，伊就是行迄界尔，行过了伊可能就无法度搁行，但是因为我看你拢是骑脚踏车，而且你的装备啊，搁有你包起来迄，我感觉讲这会使提出来讲，甲听众朋友分享。哦，对啊，譬如讲你做啥物准备，参考对啊，无你看我即届嘛要骑脚踏车，你的脚呢敢确定？脚踏车会使啊，无啦，咱去对大家嘛无咧分方式的啦。对，你若有心，其实骑机车嘛会使啊。骑机车嘛，有啊，有要骑机车，要骑机车。咱我都行咱对一段路啊，嘛是会使啦。迄个心是共款的。对。啊，譬如讲爱炸啥？爱炸啥？对。上简单的，咱的迄落衫，两衫束就好，莫伤济。两衫束。咱的行李尽量较轻的。敢有需要讲炸啥物？就是迄种速干的迄种的。迄拢毋免啦，拢毋免哦。免啦，你着讲看天气安怎。对。咱讲迄落啥物洋葱式的迄落穿法。哦，对，寒的塔衫，啊热的脱掉。中昼一般拢是做热的。对。啊，有就是大家嘛，人咧讲雨水嘛。雨水嘛，对，一定落雨。一定落雨。对。所以就爱炸雨伞。雨伞。毋是雨伞，较困难一寡。雨伞，啊，该穿雨的。穿雨的是尽量大家，我咧看大家拢穿凉鞋嘛有。哦。爱穿袜啊，爱穿袜啊。敢有穿衬拖的？穿衬拖较会流血吧？穿衬拖较无咋行。哦。爱好行的鞋啊。较好行的啊，袂当穿新鞋啊哦。哦。伊个骹会磨。夹甲流血。爱穿你穿过。哦，啊，敢炸迄困的物件。困的物件伊看个人。看个人。有个人就是迄落睡袋。对。困地啊。困地啊。就自涂骹。对。迄落铝箔迄种的自涂骹。哦。我看有个人佫会炸迄瑜伽的迄竹啊，瑜伽垫。就是迄，就是迄。哦，就是迄哦。铝箔迄会当保温哦。涂骹较袂冰。哦。上简单的困就即2项尔。哦，我嘛有看迄有人就是 NOQ 抓伤的啊。迄是嘛是会使啦。啊，有人搭迄棚仔帐篷。有搭棚仔。搭帐篷。搭棚仔迄个较重啦。迄可能就是骑机车、有迄种放咧就开啊，迄种诶。迄嘛是有啊。上简单迄种。你讲换衣裳迄种诶哦。对，迄会当收起来放咧就拍。但1秒迄种诶。那咱着搁迄爬山诶，迄听众搁来倒数。啊，过你若要用迄落边仔迄个，互大家建议者哦。你咧尽量莫共囥咧，莫困咧人诶迄落，厝内啊，夹骹。你厝内。啉只骹会使，啉只骹可能老遐无搭棚仔人困。哦。咱尽量去公园啊，是对，就是较空旷诶所在啦。莫降味啦。嘿啦。啊，除了这个有啥物注意？譬如讲，我感觉去进前爱先准备我诶体力。体力看人。看。因为阮无咧运动，敢会使。阮其实10几年来无咧准备体力。真诶哦。去就操啊。我听讲迄啥物，阮有熟识要去。啊，因为因是要用行，因讲因2个月前就开始，三不五时爬山，啊，就去行迄马拉松安尼，直直用。譬如讲一工行2公里，直直行，啊，因直直算讲啊，阮呢要练偌济，结果尾后甲你讲去行第3工，啊，袂到第3工就倒啊。迄伊可能行诶时间点无啥解着。是哦，因为伊第1工、第2工就是拢透中头行，结果第3工伊就讲伊着山甲艰苦要死，伊就讲伊无爱行。结果尾仔就坐迄医疗车，哦，迄若是真无法度嘛是爱坐车啦，无勉强家己。但是我真诶有一届就是旧年，阮姐有去行迄白沙屯，啊，迄有我迄当中，你可能无看，我就是小编，我就有迄限时动态，大家对白沙屯，拢阮姐翕诶啊，啊，迄当中就是因就是我要讲啥？系啊，我袂知你要讲啥，我有看因行一段，我都忝诶呢。白沙屯较硬啦。对啊，因为白沙屯你毋知影伊的方向甲路线。对。啊，你若讲大家嘛，伊时间点，大家拢固定的路线。你会当安排家己要行的时间。嘿，对。你莫叫局就好啊。所以若听起来，就是第1届，譬如讲我人生第1届想要去对马祖，你会建议讲是先行大家嘛？
无啦，看你家己的迄个挑战性。自我挑战，自我挑战。哦，那若是做小的讲第一届就要去行白沙屯，你敢会予伊啥物建议？我会甲讲加油，加油！啊，诚心这就免讲啊，这去的人一定拢做诚心的。所以人讲白沙屯那个勇卡，勇卡哦对对。但是我听迄桥班啊，我看迄桥班，因讲讲起来时阵，迄因讲因拢袂感觉忝的呢。嘿，按个信徒会忝。会啦，因为因拢有咧轮班呐。哦，好啊，拄好会再讲到你上新的迄个片，就是你最近毋是打去开你的机啊？会使伫，因为阮一个听众朋友可能无听过，所以会使就是请你小可讲者起码对，去了开迄个机啊。对，一般是咱新人，讲咱第一届参加。对，咱就去爱去大家嘛讲嘛。对，报名了后就会有迄张机啊，对无？无，迄机啊，迄机啊有咩？算是添优秀安尼啦。报名了后就个天，我在讲啥？海洋外出。你大家嘛毋免报名啦。你甲大家嘛讲就好啊。哦。无报名费嘛免。是白沙屯才报名。白沙屯爱报名。嘿，啊大家嘛，你甲大家嘛讲就好啊。对。然后搁去买迄个机啊。对。哦。啊，过来。啊，第一届参加穿新衫，规输拢新的，表示咱的尊敬。哦，这是第一届。但是穿新衫，你佫讲鞋啊，袂使穿新的。哦，咱毋是迄工穿啦。哦，行时阵啦，行时无啦，鞋啊，你会当买新的啊，行几工啊。哦，为买的时阵穿新的安尼。表示张是新的。啊，去行就变旧啊。哦，安尼。啊，甲咱讲开机就是，对，大家嘛，咱跋杯好啊。对，咱就爱找伊起价前的一工去甲大家嘛讲，对，哦，讲咱即届佫要参加，对，哦，安尼个咱甲旧年的遐符啊拢甲摕落，对，啊化掉，对，北上新的，对，啊甲咱过路，啊像迄北新的，我看有的人白足少的，有的人白足济，差别伫倒位？差别伫伊起的姜苗济也少，哦，烟火几600斤，哦，啊有用行的其实咱拢会行。超近路啦，有几间庙无行着安尼，对，伊就较少。哦，原来是安尼。啊，过来是开机，过来就是要起码。啊无，开机之前佫有一个客军。咱领兵马来甲咱保护。对。咱就爱对兵马要出门进前爱互食好饱。对。爱穿行李吼。啊，无一定啦，你看咱个人的材料。看咱个人的心意。对。啊，有一边仔。饮料，等下边啊，嘛是安尼嘛是可以。我记迄大家妈边啊有一寡店家啦，会当去遐买哦。系啊，迄落什物薯饼迄个，嘿，食解哈。社区发展。啊，咱客军了，就要准备等起买，哦，等起价。对。哦，起价嘛是甲大家妈摆者，对，甲兵将讲者，讲咱要出发啦。对。哦，啊，祈求讲咱保庇，讲咱即抓平安顺利。对，路途平安。嘿，啊有起买就。落尾，落尾，落尾，嘿，要讲落尾也是下尾，我袂记得啊，意思差不多。嘿，下尾就是甲迄个马祖讲，哦，咱这兵将会当先休困啊，因为咱嘛要休困啊。对，嘿，所以就是逐工要休困，甲逐工要开始，我想来呢，你有听出来？逐工要休困，甲逐工要开始的时阵，拢爱做即件代志。嘿，啊，就是讲你若是讲休困的时间较长，较需要啦。啊，无你若是边仔坐者尔，应该是较无需要做到这功夫。就是，但真正讲是要困者，要困者，嘿，就甲并者，我讲咱要休困者。哦，嘿，啊个就是下尾，啊要继续出发，哦，这个并者要起码。哦，嘿，听众朋友啊，这虽然咱讲的就是真简单，但是菜头粿，阮到时阵会放伊的面册，啊，佮伊 YouTube 的连结，你会使去看。报出的时阵可能已经毋是上新的迄集啊，但是大家使看者，因为伊最近的影片内底就一集，就是甲伊拄则讲的安尼，变做是影像版的，大家去看。啊，伊亲身做一遍互大家看，大家会较了解。嘿，好，安尼听起来差不多，大家嘛准备嘛差不多啊。啊，想问讲，你敢有拄着就是迄行程甲行程啊？去拄就是强碰的状况。强碰哦，对啊，因为即摆足侪人甲你邀请的对无？看相性约啊，看相性约，啊，拄好两个做伙咧。啊，做两做嘛是有时间点嘛。哦，所以会使就是安尼，就是分别安尼啊。嘛是有时间点嘛。哦，啊，即摆是毋是足侪人来甲你招的，自全台湾到，因为我看你有一集啊，一时啊伫屏东啊，佮来走来阮佚佗啊。我倒伫家人，你走去阮。你迄届有诶。对哦，我看你开300公里，就厉害。我甲伊讲。
人本来你有伫影片咧讲，就是当有准备大所在互你，但是蔡头哥讲，我想要体验流动感。无，因为伊讲伤早啦。对。嘿，咱就讲安尼较方便嘛，莫搁加互开一暝安尼。哦。咱就去遐可能困无偌久安尼。困无偌久啊，咱起来就会当随时开始啊。哦，啊像你安尼，你要去倒，就是迄工就莫洗身躯。无，迄工我是先洗好较出发啦。哦，洗好哦。嘿。啊，讲着洗身躯，迄妈祖了紧洗身躯要安怎？哦，这咱迄个观众做厉害，咱信徒嘛做厉害。对。因为去准备一张表。对。一张表。嘿，沿路对一间宫庙会当洗身躯，会当大。哦。有资料就对啊。有迄个资料，嘿，大家当去做。哦。啊个拍大甲嘛洗身躯就有啊。啊，过几工啊，阮遐嘛会公布。会公布红。哦，伫你的迄面册还是 YouTube？伫我的面册遐。哦，面册好 ，IG 嘛有嘛吼。IG 嘛有。对，好。哦，好。洗身躯啊，但是像要变瘦即种诶，我感觉大家拢做，我会记你大家拢，我看影片拢是大家拢讲无要紧啊，来阮兜啊。嘿嘿，变瘦有诶，咱去照者。除非恁袂调啦，啊无尽量莫共叫了。因为路诶加油站嘛，庙其实足侪庙一般拢有变瘦。哦。对。虽然讲印度诶，即个民家拢做热情诶，啊个咱也是尽量莫去人叫了着。对。嘛是啦，等者哦，无电啊。佫无电。佫无电啊。不是热炒，还有什么？快叉。